那上次呢，我们是讲到第100页，那是讲到第100页第一段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第7行的最后面，那就是讲到说呢，集诸法性，亦犹能见自体之心，真上安立为有，故名言中有无不骗一切之师。那这边呢，我们上一堂课最后面呢，就是讲到说法性呢，那也讲到说和法性。那法性呢，就是在这边中观派的时候呢，像是法性或是空性，或者说我们所讲的正边就是就近边，或者说呢像是圣意定等等呢，那这些呢都是同意的。那这些名相呢，就是应成还有秩序呢，中观派呢都是共许的。所以在这边呢，无论所讲的呢是法性也好，或是空性也好，或是圣意地也好呢，那他在亦犹能见自体之心，真上安立为有。他就是呢在显现，就以说正的空性的生根本定智也好，他在显现空性的这个生根本定智之上呢，它是能够去安立，它是有的。所以同样的呢，我们也可以说空性呢，它是可以在名言中呢去安立为有的。所以讲到说空性呢，它在名言中呢，名言中有呢是无不骗一切之师，就是没有任何过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以是有说如幻视现为相嘛。那就讲到说呢，那这边主要是我们之前呢所讲到的3个譬喻里面呢，就讲到说，比如说幻术师呢，他在变现相马，他把这些木头或是石头呢变为相马的时候呢，那谁会把它现为相马呢？那就是呢眼睛呢就是被这个药师呢他所下过咒的这个眼药呢，就是有沾染到眼药的这些观众呢，那他看到这些木头跟石头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会把它看为是相马。然后呢，现为相马之外呢，他也会把这些木头跟石头呢，执为是真正的相马。所以呢，就讲到说，如幻视现为相马，而相马实空。那这意思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他虽然说眼睛呢是看到了说显现了大象和马等等呢，但实际上呢，这个相马实空的意思呢，这个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的意思。虽然说呢，他会见到把这些呢看成是大象跟马，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大象跟马。那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呢，在讲到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有非，就是有不是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在释量论的时候呢，会讲到说生常空。那生常空的意思呢，就是把它直接解释为生非常，或者说生不是常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讲说，虽然说呢，它会显现为大象跟马，但实际上呢，它不是真正的大象和马，所以讲到说而相马实空。那这边呢，所以讲到说呢，就是相马实空。那我们一般在解释空的意思呢，有2种不同的解释方式。一种空的解释方式呢，就是无，就是没有的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把它解释为非，就是不是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会讲说呢，此处人空，或者说呢，此处凭空，或者说此处苗芽空等等。那这边所讲的此处人空呢，是指说这个地方呢没有人的意思。或者说呢，此处凭空呢是没有瓶子的意思，那或者说此处苗芽空呢是没有苗芽的意思，并不会把说这个地方呢不是人，并不会做这种理解，或这个地方呢不是瓶子，并不会把它作为不是的意思来做理解。但是呢，在这边所讲到的如幻视现为相马，而相马实空的空呢，是把它用不是呢来做解释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如是平等一切法，虽现为平等，然平等亦本空。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虽然我们在解释呢幻视的时候呢，会提到说，我们呢，眼睛为幻术师的这个眼药呢所沾染的这个观众呢，虽然说他看到了相马，但是这些呢，并不是真正的相马。
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在解释说我们看到平等一切法的时候呢，然后把它解释到说，虽然呢我的直凭眼之呢看到了瓶子，但是这些瓶子呢并不是真正的瓶子，并不能够这样子去做解释。所以假如说如是平等一切法，那平等呢就是说除了瓶子之外呢，要像是柱子等等这些设法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瓶子，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的瓶子，不能够这样子去解释。所以讲到说如是平等一切法，虽现为平等，然平等亦本空，当知全非幻喻欲法合适之意。就是如果这样子去解释的话呢，就不是我们这边所用的幻术欲的这个欲法合适的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这样子去理解的。那为什么说不能这样去做解释呢？那这边就讲到说，若如彼说，则因全无是彼法者。就讲到说，如果说呢，我们讲到说，因为在譬喻里面呢，讲到说，就是这些我们所看到幻化出来的相马呢，它并不是真实的相马，所以呢，我们在解释这个喻的时候呢，然后把它用来讲到我们真正的意思上面去解释的时候呢，就解释为说，就如同譬喻里面所说的，就是所看到的相马呢，它并非是真实的相马，所以呢，我的眼知呢所看到的瓶子呢，它并不是真实的瓶子；我的眼知呢所看到的柱子呢，并不是真实的柱子的话呢，那如果这样子去解释的话呢，就没有真正的瓶子，也没有真正的柱子了。因为你所看到的呢，你都说你所看到的瓶子不是瓶子，你所看到的柱子呢不是柱子，那你的心呢所显现的所知呢不会是所知，你的心呢所显现的常法不会是常法，那就没有任何一法呢，它会是真正的那一法了。就是这里所讲到的，若如彼说，则因全无是彼法者，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瓶子呢它就不会是瓶子，柱子也就不会是柱子，那一切法呢都不会是一切法了，就会有这样子的过失。那如果说呢是如同你所讲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相马呢并不是真正的相马，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瓶子也不是真正的瓶子的话呢，如果说你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的话呢，那就变成说，那你所举的譬喻呢它也不是真正的譬喻，因为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譬喻呢，它所解释出来的呢，它也并非是真实的譬喻，它也不是如同它所显现的譬喻一般，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讲说即法喻合适，亦因为现为彼相，非是彼事，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也就不合理。所以我们一般在解释的时候是说到说，譬喻里面是讲到说所显现的相马呢并非是相马，那我们的意呢是如何的去做结合呢？就讲到说我们所见到呢是见到了第十成立，但是事实上呢第十是不成立的，想用这种方式呢去做解释，而不是说呢你所看到或是你所显现的呢它就不存在。如果是用这样子的话呢，就如同你的法喻合适里面所讲的呢，那你所讲的喻呢就亦因为现为彼相，就是如同你所举喻的一般，那你所的法呢，就是它真正的意思你要如同是这个样子，那就你的法喻合适呢，也就变得不合理了。那所以呢，在最后面呢，就讲述到说，若时生起根本无分别智，一切恶取相于彼皆灭。此如演示为迷者之于幻术，之于诸幻象，见执具无。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当我们何时呢升起了就是根本定智的时候，就是圣根本定智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一切的恶取相呢都不会存在。那这边讲的恶取相呢就讲到说一切的实相呢都不会存在。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一开始在解释到秩序派的譬喻的时候呢，就是以幻师喻这个呢来做譬喻。那我们就讲到说有三种不同的古特伽罗，一个是提到说是幻术师，那一个就讲到说眼睛呢有掺杂了就是被咒药所沾染过的这个观众，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被咒药沾染的这个观众。那我们什么时候呢升起了圣根本定智的时候呢，那在圣根本定智的当下呢，那这时候就是一切的恶取相呢都不存在，就是没有任何一切的，不会显现任何一切的实相。那这个时候呢就如同呢眼睛没有被这个眼药呢被眼药掺杂到的这个观众呢，就如同说他这个时候呢他看不到这些相马，那因为他看不到这些相马的缘故，所以呢他的心绪之中呢也不会把这些木头或是石头呢执持为相马的这种实质呢也不会存在。所以就想要说，此如演示为迷者之诸幻象，见执具无，他不会呢见到实相，
同样的呢，他也不会去支持呢这些实相，所以讲到说见执二者呢俱无，就像眼睛呢没有沾染到要素的这个观众呢，他看不到这些相马，同样呢，他也不会把这些石头跟木头呢支持为相马一样。那所以呢，以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幻术域里面呢，我们就是如同呢眼睛被这个咒药呢所掺杂到的这个观众一样呢，就是我们呢见到木头跟石头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显现为大象跟马。那同样我们的内心呢在执持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执持为是真正的大象跟马一样。那就如同呢我们在看外界一切法的时候呢，我们会现为就是地识的相状，那在执持的时候呢，也会把它执持为一切呢都是地识成立的。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在圣根本定式的当下呢，那它对于二取相呢是皆不会显现的，就是它的二相呢是隐没，那二相隐没也就是地识呢，它的实相是不存在，它不会见到实相。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眼睛没有沾染到咒药的这个观众呢，就如同是在圣根本定式当中的这些圣者。那至于说呢，幻术师呢是来譬喻谁呢？那幻术师呢，就是比喻说，就是他对空性呢，或者说对于空性的道理呢，他透有理路的抉择。那透有理路抉择之后呢，那最初证得空性的这个有情呢，那他在见到诸法的时候呢，他会把它显现为实相。虽然说显现还是显现实相，但是他在执持的时候呢，并不会把一切法呢执持为是地识成立的，所以呢，他就如同是幻术师一般。虽然说呢，他自己的眼睛呢，也是沾染到了这个咒药，所以他会把这些木头跟石头呢，把它显现为大象跟马，但是他的内心呢，并不会产生就是这些呢是大象跟马的这一种执着。那所以呢，就是心呢去向于空性，然后呢，对于理路抉择空性之后呢，对空性升起定解的这一些有情呢，虽然说它会显现实相，但是呢，它并不会升起实质。那这种呢，这个呢，就是以幻术师呢来做于譬喻。那如果说心去向于空性，那它不只去向于空性，而且呢，它是处在于圣根本定智状下的这些圣者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无论是就是见或是执二者呢，都是不存在的。他对于实相呢，就是见执二者呢，都不会成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100页的最后一段。那这边呢就提到说，秩序派以正理破执之不共义，下不复说，故于此中当略说之。那这里呢就提到说呢，关于秩序派呢，他透由正理呢去破执，就是地识的这个它的不共的这一种，它的不共的这种中义呢，那我们在之后呢就不会再做广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对于说秩序派他用幻术这个譬喻呢，然后他是如何来解释，或者说他是如何来诠释地识或是地识无的呢？那在这边呢，我们会先来做一个概略的讲说。那广说在哪里有讲述呢？广说就是在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了不了义》当中呢，就是有广说，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概略呢做一个宣说。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讲述。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彼谓所知中有事无事二类。那就讲到说呢，在秩序派里面呢，那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所有呢都承学到说，一切存在的法呢，就是在所知当中呢，它分为两种。那一个呢就是有事，那另外一个就是无事。那有事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事物；那无事呢，就讲到说是非事物。所以就讲到说，在所知中呢，它分为两种。那一个呢就是事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非事物，这两者。那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们就决定到说，在存在的法类里面呢，就是在所知中它所有的呢，就是分为就是有事，就是无常的法类，及无事，就是常法这二类呢。那这个是确定的。那我们在这边呢，先讲述到说，就是事物的法类，就是有事，就是无常的法类。那无常的法类呢，它又分为哪两种呢？在有事中呢，它又分为有色和非有色这二类，就是在无常的法类当中呢，它又分为就是属于有色的色法和属于非色法的这两类。
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有事呢，就是无常的法类呢，它又分为设法和非设法这两种。那如果是设法的呢，破其无东西等方分。那凡是设法呢，就会破除掉呢，它是没有东南西北这种没有方向的这个无方分呢，会先破除掉。因为呢，凡是设法呢，再细小的围城呢，它也一定是有方分，它不可能会是无方分的。为什么说无方分是不成立的呢？因为再细微的围城呢，无论再怎样细小的围城呢，它一定有属于东方的这一分，一定有属于西方的这一分。那它属于东方的这一分呢，并不会触碰到西方的这一分。那同样，它属于西方的这一分呢，它也不会触碰到北方的这一分。所以，它既然可以区分出东南西北这些方位的话呢，就表示说它还是有一个有方分的，它还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它并不是无方分。所以呢，就想要说，凡是设法呢，就会先破除掉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他先破除掉他没有东西南北这种无方分的这种说法。那同样的呢，那如果说是讲到说设法呢，他会先破除掉它是无方分这一点，所以可以成立设法呢，它一定是有方分。那对于说看不到的呢，就是非设法这一类呢，那以心法来说的话呢，若是心法破其无前后等时分。那在讲心法的时候呢，就会破除掉说它是没有前后时间的这种概念，因为无论你是心法在怎么样来说呢，它一定是这一刹那要形成之前呢，它的前一刹那一定要先有，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呢，凡是心法呢，会破其没有前后等这种的时分，所以呢，就会破除掉心法呢，它是无时分的这一点，就表示说它也是有时分的。那如余处所说，那由此成立呢，凡是有事定属有分。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成立到说呢，凡是无常的法类呢，就是凡是事物的话呢，它一定呢是有方分的，它一定是有分，就是它一定是它一定是有分的意思，就是它是有支分的，因为它嘛，要么就是有方分，要么就是有时分，所以它一定呢是有一个支分的，所以就讲说所以从这边可以成立，凡是有事呢，凡是事物的话呢，它一定呢是属于有支分的。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凡事呢，就是事物的话呢，它一定呢会有它的支分。那它各个支分呢，那聚合起来的呢，就是有支分。所以呢，这边就讲说，也无论是平指等等这些设法呢，它一定是属于有方分，或是属于心法的话呢，或是它一定是属于有时分，它一定是有各个的支分。那这些支分聚合起来呢，就是有支分。所以我们知道说平指呢是有支分，那它的支分呢就像是呢它的东南西北这些方位呢，就是它的这些支分。所以呢，刺破分与有分，若异性者，则全无关系。就讲到说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只要是事物的话呢，它一定是具备着支分的话，那就比方说它的支分和有支分这两者，就比如说平指呢和平指它本身的东南西北的这些方位呢，这两者呢，它如果说它的体性是相异的话呢，那照理说有支分跟支分二者呢，它就会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我们确定呢，就是事物呢，它一定是属于有方分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破次呢，就是分，就讲到说支分呢和有分呢，就是有支分这两者呢，它如果是体性相异的话呢，那这两者呢，它应该是全无关联。所以从这边可以成立什么呢？就可以成立到说，支分和有支分这二者呢，它一定是属于呢体性一的。那虽然说呢，它是属于体性一，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若一性者就提到说，支分跟有支分这两者呢，它虽然是体性一的，但是尔时与彼因审地观察，其体虽是一，然现象是异，乃无可否认之事实。就是说，虽然呢，我们这边已经成立到说支分和有支分呢，他们二者的关系呢是体性一的。虽然说是如此，但是呢，我们自己可以去仔细的观察，虽然说他们两者是体性一，但是我们在观看平指的时候，我们就以平指来譬喻的话，就是说，虽然说我知道平指呢跟它的支分呢是体性一的，但是我在看平指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哦，平指呢它就是一个总体。但是我在看平指它的每一个支分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在看平指呢它的大腹扁足能汤水，我们在看平指它的腹部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看
瓶子的底的时候呢，我会把它一个一个个别的来看，所以我会觉得说瓶子的支分跟瓶子二者呢，看起来呢像是体性相异的，就是说它的体性虽是一，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会把它看成是异的，那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所以从这边呢，故能抉择，虽现彼事，即有彼为空，犹如幻视。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如同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呢，就是虽然说支分和有支分二者呢，它虽然是体性一的，但是我们在显现瓶子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看瓶子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直视呢，就是瓶子跟它的支分二者呢是体性相异的去做直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如同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幻视语一样，就是说，虽然呢我们看到了相马，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呢，这个相马呢它并不是真实的相马，所以就知道说，虽现彼事，即有彼为空，犹如幻视。那就如同这个譬喻一样呢，就如同事观彼事，若是由心显现真上安立之妄体，不可相为。那就如同我们在以幻视喻来讲的时候呢，就如同这边所讲到的，就是说，虽然呢我们知道说瓶子跟瓶子它的体性呢是一的，但是我们在显现的时候呢，还是会把瓶子跟瓶子它的支分二者呢，直为是相异的，就是会显现为是相异的。虽然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把它显现为是相异的，但是在直持的时候呢，你可以了解到说这二者呢，它并不是体性相异，因为这两者呢是体性一的，所以就如同幻视喻般所讲的，